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发生着一件家暴的案件。一个男子甲太太讨无钱，竟然动手来拍太太，爸母通报家暴，警方到场，这个男子竟然呛讲要甲警察订孤机。远警怎甲伊的太太带到派出所，然后申请拘票，甲这个男子拘提到案。搁伫伊的房间底查到食毒品的家私，这个男子嘛已经互收押了。我现在犯什么罪？我什么都没讲啊。那你为什么要看着我？因为你情绪激动。被指控拍某的这个姓吴的查甫人，面对警方火气真大。我讲好无？你好我讲好无？好我讲啊。你实在有对个拍谁看呀？为什么？看嘛？那什么电高机啊？一个看这个查甫人情绪无稳定，关键先将因某甲带进派出所，过两天警方提拘票上门，伊依然唔配合。哎，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我没有槟榔狂战，你们听谁不懂啊？随后警方压制这个家暴事件发生伫顶个月初台北市信义区南口街一间人家厝。这个姓吴查甫人，代志发生前一天因为讨无钱拍因某，厝内家具公害了，伊的爸母通报家暴，警方就到现场，这个查甫人向远警订孤机，远警不得已先将因某带到派出所申请紧急的保护令。查到掠这个查甫人，佫超着安徽他命，这个查甫人被预防性的收押。8月份就已经被押上手铐带走了，他不会跟我们聊天，就是一个拽拽的，看起来跟他落魔，我们都不敢惹他，惹他你就有事啊。伊是驶大车，有2摆家暴记录，有几件毒品的前科。本案于警询后，依家庭暴力防治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后罪。家暴后，爸母母囝代义灭亲，通报警方，预防性的收押，无希望讲遗憾佫发生。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